好来，乡亲，那你知影台湾人一年用掉偌济塑胶干仔保特瓶无？根据着统计，台湾人每一年单掉塑胶干仔有45亿个，迄个长度会当是地球5.7年。啊，那每一年消费掉的饮料杯啊有20亿个。到底要安怎做才会当减少使用这种物件的量呢？即卖环保署甲民间团体来合作，推出咗一款会当找到饮水机的应用程式，也就是较早农业社会路边有咧设防茶的迄种概念。囤到满山的塑胶罐仔，对环境造成足大的负担。台湾人逐冬甲45亿罐的塑胶罐仔单掉，其中10亿罐内底滴水。环保署即马推出防茶 App。淑美没带水怎么办呢？打开这款 APP， 跟着地图走就可以找到饮水机。环保署头前有一个免费的饮水机防茶站，这款 App 内底有6000站的防茶站，目标是年底进前会有12000站。这样很方便，所以也比较环保。如果更多站，让我们更便利，我们是减少那个瓶子，平民众会更多。民众感觉讲，如果 App 会当找到更较侪饮水机，安尼就愈方便。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饮料的杯啊，台湾逐冬有20亿杯。我们希望政府可以提高自带杯具优惠到杯具一个杯子5块钱。环保团体嘛认为讲，外岛回收塑胶罐仔无啥方便，应该鼓励外岛的超商会当有饮水机，互民众用环保杯的方式减少饮料杯也是塑胶罐仔的使用。